25年前我看的電視劇版《尋秦記》，我是在讀歷史的氛圍下看畢整套電視劇。整套電視劇的故事都是非常完整，這也是我的少年高光時代。25年後再看《尋秦記》的古天樂，的確老了很多，古生的師徒戲感人很多，真的有為人師傅的感人演出。至於25年後的林峰，演技是有進步的，不過我覺得林峰的演技是未夠厲害。今次25年後的《尋秦記》是拍電影的，由於電影的劇情篇幅有限，所以故事我覺得不夠完整，結局更是爛尾。在生意角度來看，這反而有條件推出電影加長版，令故事完美一點。看25年後的《尋秦記》是有懷緬25年前的《尋秦記》的，這是比25年前電視劇集好笑得多。今年2026年，我已經是39歲尾了，這是一個很愉快的25年前後穿梭之旅。25年後回想這一年，這只不過只是一刻的時間。